非常高兴的问你们好，今天的还是要我说的大师在给你们的今天的教导就是第几课，就是第12课的教导，话题就是圣诞节是个假的，是魔鬼的教导。那我就是我给你有证明的，你要过这个圣诞节，就是来说明的你是从魔鬼来的，都是魔鬼的儿女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却反得到永生的，不会再过这个圣诞节。在这个庆祝这个圣诞节，不庆祝这个圣诞节，都是来分别是要顶上殿的人去，这个都是魔鬼的教训，去你们都要过这个圣诞节。第一个就是这个圣诞节就是来说是这位上帝就是生育了你们个人都有自己的教训的，因为这个耶稣是个假的，教里面的方句根据哥林多前书是不是真的哥林多前书我都已经好长时间了都没有是用过这个，一年就能教导一次，所以就把它忘了。哥林多前书第5章，莉莉亚是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16节。哥林多，对了，刚才我说的是第几章？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几节呢？我说是第6节就是太好了，就是你们技术员都留心盯着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6节，我们奉耶和华的名字来念的，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这个是多门经说不凭着外面的认人了。虽然凭着这外貌认的耶和华，如今不再这样的人了的，就是不凭着这个外貌人了的，因为他在生了之后，实话就在肉体里面的，他就凭这个肉体生了，所以这是耶和华所赐给使徒的一条法律这位上帝的儿子，他说法律记载说不要凭着这个外貌来认识的。我们再念另外一个，我都用各种的圣经的来念哥林多后书第5章，莉莉亚是第几节第16节按照这个莉就是要出名了，所以我们从今以后好像没有显示出来了。对，不凭着这个外貌认了的，虽然凭着这个外貌，如果认过耶和华，如今不再这样的人了的，这位耶和华就不凭着这外貌认识了的。那耶和华要生了之后，就是他按照肉体，所以不要凭着这个外貌认了的，不要庆祝，不再凭着这个外貌认识的。
那我们就是用那个法语的圣经的这个，就让你更的理解，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6节好。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这个外貌认人了，我们不再凭着这个外貌认了来，我们不再认识的。虽然凭着这个外貌人过也无说，如今不再这样的人了的，不，我们不再凭着这个外貌人事也无说。就是说，我们不再人事也无说，按照这个路的不再凭这个外貌人类也无说。对他们英国人来说，不要这样说的，不可以再凭着这个外貌人事了的。这是他们英国人的说法说的。就是大事的马马虎虎说英语的，现在又开始因为他平时都有出国，所以我要叫你们不要再庆祝这个圣诞节，因为您所做的都是在上帝的眼前是非常厌恶了，这是主的主你们应该我知道我所给你写的都是主的命令的，在哥林多前书14章。人若有以为是自己的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那些话我所传给你们的都是主的命令的。您不是说是都要像这就说的，因为是都说我们所写的一切话都是主的命令。因为要说生了之后就是凭着他的外貌，所以不要再认了的。他生了之后就是裸体，所以要说不会再让你要在他这个裸体里面有进入到，我不知道你在想他在那个在要崇拜或者是要做什么，这个不。所以为了这件事在要说里面就不要庆祝生日希伯来书，我们奉耶和华的名字来念希伯来书第2章第14。儿女既同有血肉的肢体，他也照样的亲自成了血肉的肢体，他也要接着死，败坏了那掌死的权力，就是魔鬼。那这个话就是写的很清楚，就是儿女既同的有血肉之体，那也无说于这个血肉之体，就是说也无说就是在要成为一个血肉的，就是他在生了之后，从他生的时候当他死了之后，就是个血肉之体，不可以要进入这个不可以。为什么也无说颁布这条法律？我们应该在想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血肉之体都是在生的。都是在罪。那要说要从死里要复活的时候，他要得到新的肉体，就是来自的顶上殿的肉体，却他要生的时候知道他在被钉了在十字架上，都是在血肉的肢体这个经文是在哪里？如果没有做的话，就是在罗马书，罗马书第8章第2到第3节。罗马书第8章罗马书第8章
这个经文在哪里？罗马书第8章，我们从第3节开始念了，然后我们就接到那第3节就过了。律法即引导我的往复，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了救生的形状，就是他有差遣他的儿子就成了最深的形状，这个化身形状就成为了最深的形状。路作在赎罪记，在我的中了定了罪案，就是所有的罪孽都在要无数的我地里啊。那这个最深的形状就是他生了道，他死了那段的在之间了，这个就是最深的形状。我们来念下在那个罗马的天主教的圣经的，那你们已经做好那些衣服啊，应该就是要拿去到无刷，应该有去那个真的就是把的罪要除掉，就是为了荣耀的。因为这个你们所买的那个衣服都是太可惜，那你说的是太晚了，没有说的那么晚了，因为这个不会白费了。因为你来到无刷，这个就让你更高兴的，因为把这个好东西啊，为了荣耀的。律法即引入地往复的，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就这位无刷，他就是在肉体所生的，成为最深的形状。罗做赎罪记在肉体中的定了罪案，也无说就是说按照那个使徒们所教训的，就是一个血肉之体啊。那您在荣耀也无说生的，在庆祝也无说在生的那一天了，都是在庆祝那些罪孽，那些要过这个圣诞节，都在要庆祝要罪孽，因为他来了就是要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了，所以不要再让人的要过这个圣诞节。因为如果你在庆祝这个他生了那一天了，那你就是要庆祝那是罪孽的。如果你要庆祝罪孽，这个就来表示你在庆祝魔鬼啊。你都来看了，都是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啊，那些所有的酒吧都在开了，却在那个宣表的时候啊，那个酒吧都关起来了。因为到那个圣诞节的时候，都是不再认识不再认识上帝啊，都是要变成了魔鬼。这样的情况是令人的忧伤。那话就是很清楚，就不要再庆祝这个圣诞节啊。因为你们所拜的不是那个真正的上帝的儿子，因为你们所做的都在庆祝血肉之体啊，那最后就是来庆祝魔鬼啊，他胜了，但是他没有说你们就需要经验我所胜的那一点，在无刷里面是没有这样的。因为在无刷里面最经验的就是要除掉的罪，所以一直要把荣耀归给的，就是要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这个才是可以，才是这的要庆祝啊。因为他要除掉人的罪，就是他要被死了过后，就是他要复活啊。那这个就在无刷里面所发生的，不可以要经验的这血肉之地啊，就这个最深的形状的，
不可以要进入，因为这一切都是罪神的形状，所以在耶和华里面不可以要过生日。如果你想要生日就是我说就是在耶和华里面为了荣耀天父，耶和华就是你在要受过洗礼那一天了，因为你受过洗礼那一天了，你从这个时间了，你就可以就变成了新人的。你是要主动的罪，到这个是值得你要邀请所有的人，你不知道你要邀请你所有的人，因为这个是你的日子。那我的话就是到这里，因为这个教训就不是要带上是最缩短的，我就把最关键的内容来给你讲的，不可以再过这个圣诞节，因为你都在过那个最深的形状了，耶和华已经说过了，那您就不要再反对的，你一反对他就来证明，就是来证明的您是魔鬼啊，因为他说你不可以要过这个圣诞节，刚才那个是都说不凭着这个外貌要认识的，不可以在过的圣诞节，所以我跟您讲，最合适的就在3月4号你要过来参加聚会，因为他在复活的时候当然做到拯救。那话就是到这里，我祝你们能想开了，别再庆祝这个圣诞节，别再跟着那些宗教里去的，就是要故意把你下地狱啊！因为到就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有许多的人都要，他们故意把你们要下地狱啊！他们真的要做，他们不管你。所以你在听着我的时候你要想开了，你要记住，伊拉对你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爱，让那些坚持要下去的话，让他们做，你们要转过来，要跟着伊拉。我的话就是结束了，不可以在过这个圣诞节，因为这个是魔鬼的道理。到时候你们需要赞美魔鬼，因为是都已经说过了，不可以凭着这个外貌认了的。圣经说不可以再凭着这个外貌要认识的，因为你有这样的道理，就是违背法律，就是魔鬼的行为，你有想开了吧？我祝您要想开，我们一起要祷告。听父耶和华非常感谢您的，就是他们听到这个教训的，他们就能想开，因为他们真的是被迷惑了。父亲的一直有向您的要求，请您大方您的圣灵的，为了说服他们，就是到这个全世界，愿你的圣灵的，就是能够有说服那些外国人的，能会各种的语言的，为了说服他们，能转向到您那里。您要说服他们的，就是所有的被你蒙召了，为了来到艾俩父亲的，请答应我的祷告，请能帮助艾俩能做得到工作，能叫他们转向到您那里。非常感谢您的天父，亲爱的天父啊，因为你一直有答应我的祷告。我奉你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那我们的时间就是到这边就结束了，祝你们有得到有时的祝福。我希望我们能想开了，能返回到听父耶和华和耶和华他说不要再犯罪，耶和华把有你们下一刻的教导，再见。